大家好，我係中銀香港張思琪 Amy， 歡迎大家收睇中銀直播間環球投資理財對策。今日除咗我同大家一齊分享翻外匯同埋環球股市嘅走勢之外，我哋仲邀請到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研究員孫佳小姐 Kate， 同埋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副總裁李星宇先生 Chris， 同我哋一齊咧探討下人民幣嘅走勢同埋咧中國股票市場嘅情況嘅。Hello Kate，Hello Chris。Hello。我相信咧地緣事件咧係今年咧投資市場咧一個主軸啦。咁去到4月份啦，似乎咧投資市場嘅情況咧又好翻啲，市場嘅氣氛咧亦都逐步嘅改善。隨住咧地緣事件咧係有所緩和嘅情況之下啦，環球嘅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甚至黃金咧都出現一個明顯嘅反彈。相反嚟講啦，美元指數咧就錄得一個回落。相反，一啲非美貨幣咧就明顯嘅係有個回升喺度啦。咁睇翻啦，我哋認為咧地緣事件咧對於個市場嘅影響咧，最重要咧係油價嘅影響。因為咧，大家可以睇到就係地緣事件發生之前啦，紐約期油咧大約係處於66美元一桶嘅。咁但係地緣事件出現之後咧，曾經咧就上升去到120美元。咁當然啦，隨住市場咧嘅情況咧開始改善嘅情況之下啦，紐約期油咧亦都回落翻去90美元一桶。咁確實咧，油價咧反而係對於咧呢個投資市場咧嘅影響係比較明顯嘅。因為咧一個高油價啦，正正咧就會影響咧到個通脹預期，喺一個通脹升溫嘅情況之下啦，少不免咧就會影響到咧企業盈利啦、投資者咧嘅消費啦等等呢一方面咧，亦都對於個經濟咧帶嚟一個影響嘅。咁所以整體啦，隨住呢個油價咧有所上升嘅情況之下啦，市場咧對於個通脹升溫啦，好多唔同嘅央行咧都開始慢慢去觀察翻咧，就係呢個地緣事件對於咧未來個經濟嘅影響。咁亦都係啦，市場咧亦都相對嚟講，由於之前嘅地緣事件嘅影響之下咧，對於唔同嘅央行咧個取態咧，投資者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首先嚟講啦，對於美聯儲啦，咁美聯儲咧喺3月份嘅議息會議紀要啦，亦都提及到咧地緣事件咧為市場咧帶嚟一個雙向嘅風險，即係咧通脹升溫，另一方面咧就係經濟下行嘅風險嘅。咁亦都係咧認為需要時間去觀察翻地緣嘅事件嘅。咁但係目前嚟講咧，市場咧對於美聯儲咧個減息嘅預期嚟講咧，某程度上咧已經係逐步嘅消退。基本上咧，甚至乎曾經亦都諗過咧，美聯儲有機會咧需要做一個加息去應對翻咧呢個潛在嘅通脹。咁至於歐洲央行方面嚟講咧，佢都坦言啦，對於呢個地緣事件嚟講咧，對於未來歐洲嘅經濟咧，甚至乎通脹咧都有一定嘅影響。不過咧，其實我哋睇翻啦，歐洲央行咧已經係維持咗個利率不變咧好一段時間嘅啦。咁相反地啦，見到歐洲嘅經濟咧亦都係逐步咧就有個復甦嘅，亦都係連續9個季度咧錄得呢個 GDP 咧係正增長。喺咁嘅情況之下啦，我哋都見到咧歐洲央行咧亦都係偏向咧一個正常嘅貨幣政策裏邊嘅。咁反之嚟講咧，市場就預計翻面對住一個通脹升溫嘅情況之下咧，唔排除咧歐洲央行咧需要喺6月份嘅時候咧作出一個加息嘅動作。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亦都形成到一個貨幣政策咧嘅差異啦。咁另一方面，除咗歐洲央行之外啦，其實咧見到澳儲行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央行咧，係亦都表達出咧一個加息嘅取態。咁當然啦，喺3月份，其實咧澳儲行咧已經作出咗咧第2次嘅加息㗎啦。咁其實大家可以回想翻，未有地緣事件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澳儲行咧亦都係取態咧都係一個加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更加令到就係話市場覺得，如果未來個石油價格都係有個高漲嘅情況之下啦，就會令到個通脹咧都係上升。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亦都會令到咧澳洲咧個通脹咧可能會偏離咗央行咧個目標水平。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市場都預計翻啦，就係澳儲行咧而家咧喺6月份咧，亦都會再度咧進行呢個加息。咁所以喺個環球貨幣政策嘅差異化之下咧，亦都造就咗咧美元指數咧，其實從98啦去到呢個100.7呢個水平咧，亦都係有個徘徊喺度。
當個市場咧個市場氣氛係好少少嘅情況之下咧，美元指數咧就挨近翻咧區間嘅低位，大約咧好似而家咁樣處於呢個98呢個水平。但係一旦咧對地緣事件咧係有個緊張嘅情況之下咧，就會令到市場咧對於個避險嘅需求提升，從而令到咧就係美元指數咧就靠近翻咧區間嘅高位，大約係100呢個水平嘅。咁我哋預計翻咧嚟緊咧，因為地緣嘅事件咧，依然都會成為咗市場消息嘅主導啦。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元指數咧都係偏向咧喺個區間嘅上下限裏邊咧作出一個徘徊。咁我哋認為咧，若然美元指數咧係挨近翻咧係區間嘅頂部嘅情況之下咧，呢個亦都造就到咧一啲非美貨幣咧佢自己本身咧一啲嘅機會嘅。咁當然啦，當中嚟講咧，我哋有2個貨幣咧係較為睇好啦。第一個就係啱啱我講到嘅歐元啦。咁歐元咧，我哋見到咧佢嘅基本嘅支持位置咧就係今年基本上嚟講呢個低位啦，就係講緊1.14呢個水平咧。我哋認為咧，相對地咧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目前嚟講咧，亦都係靠近翻1.18，唔排除咧亦都有機會啦。當個市場咧個消息咧係偏好嘅情況之下咧，唔排除更加會突破翻1.18，向翻1.20去進發翻添。而另一個較為理想嘅貨幣咧就係澳元啦。咁一方面嚟講就係個貨幣政策嘅差異，再加上咧就係澳洲嘅經濟亦都係理想。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預計翻咧68.5美仙咧，亦都係成為咗咧澳元一個比較明顯嘅支持水平啦。咁而家嚟講咧，亦都係向緊咧72美仙咧係進發嘅啦。咁我哋基本上咧見到咧呢2個貨幣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咧明顯咧有個上升嘅趨勢喺度。不過當然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亦都認為咧美元指數係偏近翻咧係100呢啲水平嚟講咧，係一啲非美貨幣咧係一個較佳咧嘅入市水平係比較高一啲噶啦。咁同大家回顧咗咧，就係個美元指數同埋歐元同澳元嘅走勢之後啦，又同大家睇一睇人民幣嘅走勢。Hello Kate，我都見到咧最近期人民幣嘅表現咧都唔錯喎。你哋可唔可以回顧翻下咧，就係個人民幣嘅走勢情況咧？好，2026年以嚟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咧主要係呈現雙向波動、穩中有升嘅態勢。美元對在岸人民幣同埋離岸人民幣匯率咧，主要運行喺7.0嘅關口下方。咁相比於其他貨幣，人民幣喺地緣事件期間相對美元嘅表現係相當穩健嘅。咁近些年咧，人民幣匯率嘅走勢咧，主要都反映咗多重因素嘅影響，其中主要包括美元、中美息差同埋市場主體嘅結售匯情況。咁對於人民幣匯率走勢嘅第一個有利因素咧，係中國內地經濟咧喺2026年開局良好，增長動能持續修復，內需外需保持良好嘅韌性，經濟景氣水平總體回升，疊加中國 AI 產業鏈嘅新潮流，大幅提升咗人民幣資產嘅吸引力，國際資金流入咧對人民幣匯率咧形成咗有利的支撐。咁對於人民幣匯率嘅第2個有利因素咧，係政策因素。今年3月初召開嘅兩會咧，係向市場釋放咗積極嘅信號。例如，中國將安排發行1.3萬億元嘅超長期特別國債，持續支持兩重建設、兩新工作等政策方向咧，反映咗中央政府穩經濟嘅決心，有力的提升咗市場對於中國經濟同埋人民幣資產嘅信心。咁對於人民幣匯率嘅第3個有利因素咧，係季節性嘅結匯因素啦。咁有大量嘅中國嘅出口企業咧，喺完成咗第1季度嘅財報核算之後咧，結匯需求咧喺集中喺4月初時釋放啦，進而推升人民幣嘅匯率。其實如果係咁咧，你哋對人民幣嘅睇法又係點樣咧？咁展望未來咧，地緣事件咧仍然具有較大嘅不確定性。咁如果地緣事件升級啦，咁國際油價咧將會維持高位，避險情緒同埋通脹預期上升咧，可能會令到美元相對其他貨幣走強，中美息差倒掛嘅情況持續，人民幣匯率咧可能會承受一定嘅壓力。咁如果地緣事件咧出現咗緩和啦，市場嘅避險情緒降溫咧，將會引發美元嘅拋售。國際油價咧將會下跌，並提升市場對美聯儲恢復減息嘅預期，中美息差有望收窄，利好包括人民幣在內嘅非美貨幣。從中長期嚟睇，仍然有不少因素咧係利好人民幣匯率嘅走勢。
咁第一咧係中國喺過去幾年咧係累積咗大量嘅貿易順差。貿易順差規模咧係大幅高於銀行嘅結售匯差額，咁呢樣嘢講明咧仍然有大量嘅出口企業咧尚未去結匯嘅，咁一旦市場咧對於人民幣升值嘅預期形成咧，咁就會有大量嘅市場主體咧去選擇結匯啦，亦即係咧佢哋會將手中持有嘅外匯咧兌換為人民幣，進而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咁第二樣嘢咧，係中國經濟咧將會喺2026年延續穩步復甦嘅態勢。2026年咧更加積極有為嘅宏觀政策，包括更加積極嘅財政政策同埋適度寬鬆嘅貨幣政策，將會支撐中國內地經濟延續穩步復甦嘅態勢。呢樣個因素咧，將成為支持人民幣匯率升值嘅重要因素。第三樣嘢咧係中國經濟嘅復甦前景，尤其係中國經濟對地緣事件造成嘅能源衝擊咧，具備更加強嘅韌性。喺本次事件當中咧，中國資產一度被視為資金嘅避風港，呢啲因素咧將會提升外資對內地資本市場嘅信心，流入內地資本市場嘅資金增加咧，將會支撐到人民幣匯率。唔該晒 Kate。頭先咧聽完阿 Kate 咧對於人民幣嘅分析之後咧，不如我哋又同大家睇一睇咧股市同埋債市嘅表現啦。咁其實咧地緣事件咧確實係今年裏邊咧就係成為咗投資市場嘅轉捩點啊。咁基本上咧喺1月份嘅時候同埋2月份嘅時候咧，環球股票市場呢個升幅咧都係好明顯嘅。但係自從咧喺3月份地緣事件嘅出現啦，就令到咧就係全年嘅升幅咧基本上咧都有所蒸發。但係好彩，去到4月份嘅時候啦，環球股票市場咧又翻嚟啦，因為咧地緣事件有所緩和，令到咧就係股票市場咧亦都係錄得一個升幅，就好似尋晚咁樣啦。美股咧基本上嚟講，亦都創咗一個歷史嘅新高，標普500指數咧亦都係上翻去7000點以上嘅。咁其實睇翻啦，標普500指數咧亦都從低位咧已經係反彈超過11%嘅啦。咁至於我哋貼身啲嘅恒生指數啦，咁亦都係咧升穿翻咧去26000點呢個水平。咁整體嚟講咧，亦都係回復翻咧就係200天線以上嘅水平啦。咁究竟未來我哋對於股票市場嘅睇法係點咧？咁我哋嘅認為咧就係地緣事件咧繼續咧會成為咗主導市場咧個氣氛嘅情況咧嘅最重要關鍵之處。咁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咧呢個消息咧基本上嚟講咧我哋唔知道幾時係會完結。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股票市場咧都係傾向於咧就係一個私料啦消息去做一個主導，唔排除有利好消息嘅時候咧就會支持到呢個市場咧係有個反彈。如果呢個地緣事件嚟講咧係有所改善嘅情況之下啦，我哋都相信咧就係環球嘅股票市場咧會回歸翻經濟嘅基本面。而最近期嚟講啦 ，IMF 同埋 OECD 啦，亦都將個經濟增長咧雖然係有所下調，但係整體嘅增長嚟講咧，亦都係錄得咧接近3%咧嘅全球嘅增長。喺咁嘅背景之下咧，我哋認為啦，雖然地緣事件咧係可能會帶嚟一個咧就係一個尾端嘅風險，即係個 terrorist， 但係我哋相信咧，即係一個滯脹嘅風險咧，個機會咧係存在。不過咧，目前去判斷嚟講咧，發生嘅可能性咧唔算係太高，即係話個通脹係出現一個咧係明顯嘅急升，而個經濟咧係出現一個停滯，而出現個滯脹嘅情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反而認為我哋嘅基本假設咧係個市場咧會隨住地緣嘅事件緩和啦，會去翻一個經濟基本面。喺咁嘅情況之下，股票市場咧亦都會因此而咧係得到受惠嘅。咁至於每個地區嚟講咯，我哋會見到就係美國股票市場咧，最近期嚟講，尤其是一啲科技板塊咧個反彈幅度咧係更加明顯。因為最主要嚟講咧，我哋見到就係話第一季啦，基本上咧個每股盈利咧亦都錄得增長。而用一個整體去睇翻標普500指數，第一季咧個整體盈利預測咧只係13%，但係第二個季度咧市場對於個盈利預測咧已經達到19%啦。好明顯見到咧就係個盈利咧亦都有所支持。亦都隨住個地緣事件，令到咧美股個估值咧有所調整嘅情況之下咧，呢個亦都帶動到咧就係美股咧去支持到佢中長線嘅發展嘅。不過當然啦，我哋亦都認為咧就係美國個股票市場亦都存在一定嘅不確定性，包括咧就係美聯儲主席嘅換屆啦，再者咧就係中期大選等等嘅因素。咁我哋相信咧就係除咗呢個地緣事件之外啦，等等嘅因素亦都會帶嚟咧美股一個波動嘅。
咁至於亞洲市場方面又點樣呢？我哋會睇到咧，就係亞洲股票市場咧，由今年到現時嚟講咧，表現都係好過歐洲同埋美國嘅市場㗎。咁最主要嚟講咧，亦都係隨住佢個經濟基本面啦，再加上呢一啲 AI 出口主導咧嘅國家，佢自己本身咧個指數亦都係攀升得明顯嘅，例如韓國嘅 Kospi 指數咁樣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對於亞洲嘅基本面嚟講咧，我哋繼續咧都係認為較為理想嘅。不過大家都要留意啦，因為地緣事件對於油價咧亦都帶來一個上升嘅可能性，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一啲亞洲嘅國家如果好依賴一啲石油嘅進口嘅話咧，少不免個經濟咧都會受到影響。個重點就係關乎於咧佢個 AI 嘅出口啦，又即係一啲人工智能嘅商品產業嘅出口啦，同埋佢內部需求咧能唔能夠抵消到咧，就係話個能源價格上升對佢嘅影響啦。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要密切關注翻咧亞洲呢個經濟基本面。而另一個對於亞洲股市有個比較明顯嘅影響咧，就係個美元指數啦。咁若然啦個通脹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嚟講咧，唔排除美元指數咧亦都係靠高嘅情況之下咧，對於亞洲市場嚟講咧，可能咧都會有一定嘅影響。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咧喺個投資策略上面嚟講咧，我哋都係偏向咧用翻一個唔同嘅地域啦，同埋唔同嘅資產分佈嘅話咧，我哋會相對咧較為合適一啲啦。不過咧，隨住一個地緣事件一出現啦，我哋更加見到咧一個中國嘅股票市場嘅表現咧，最近期咧亦都係似乎咧係較為靠穩嘅。不如我哋又睇一睇啊 ，Chris 你嘅睇法啊，唔該。係，我哋都同意咧，就係地緣嘅事件啦，咁其實係會持續。咁但係咧，對於成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咧，咁我哋相信係會慢慢越嚟越低嘅。咁我哋睇翻就係今年嘅3月份咧，我哋回顧翻環球嘅股票市場，咁會見到咧環球股票市場咧，咁美國、中國同埋香港咧，咁其實咧都係有所嘅回調。咁如果睇美國嘅話咧，咁就回調咗大概5%啦。咁睇滬深300就跌咗都係5%。咁如果睇恒生指數咧，就大概6%左右。咁但係睇恒生科技指數咧，咁其實係跌咗大概係超過9%嘅。咁所以3月份成個環球嘅股市咧，咁其實相對上嚟講咧，都係比較上係有一個波動。咁另外，如果係睇翻 A 股嘅市場咧，咁分2個板塊。咁如果係睇一啲公用板塊、能源板塊咧，咁其實係跑贏大市嘅。咁公用板塊因為市場下跌，咁有一個比較上防守嘅一個特性。咁石油股或者係能源板塊相關咧，咁因為就係油價上升，會令到佢一個有所嘅帶動。咁如果係睇翻啲譬如話係原材料、通訊、資訊科技、房地產同埋消費板塊咧，咁呢啲板塊咧都相對上嚟講係回調得比較多。咁如果展望後邊咧，咁我哋睇翻啲宏觀嘅數據，即係譬如話睇2026年嘅3月份，如果睇1、2月份嘅一啲消費零售嘅一啲數據咧，咁其實相對上嚟講增長咧都係比較好嘅。咁如果睇埋房地產咧，咁雖然如果睇成交面積或者睇成交金額咧，依然係一個比較上係下行嘅空間。咁但係呢個對於經濟嘅拖累咧係有一定嘅一個影響，有所係減低。咁如果睇翻3月份，咁我哋加埋就係要睇出口嘅數據咧。咁其實相對上嚟講，多個比較上大嘅支持嘅。咁所以投資者對於股票市場嚟講咧，都依然係可以保持住一個信心。如果係咁咧 ，Chris 你哋對於後市嘅睇法啦，同埋個策略上面又應該點樣部署咧？咁如果係睇策略嚟講咧，咁我先講政策啦。咁如果係15規劃，咁其實係帶動咗好多唔同產業嘅一啲投資嘅機會嘅，即係譬如話係人工智能嘅一啲投資嘅機會啦。咁人工智能咁市場上都係偏向就係對於人工智能應用嘅落地啦，係有比較上大嘅一個增長嘅。咁另外就係如果中國喺同全球一個科技技術方面啦，都係有一個比較上步伐嘅一個提升啊。咁呢個咧其實對於中國好多產業都係相對上利好，即係譬如話人工智能或者醫藥咧，咁呢個對於我哋喺嚟緊第2個季度嘅投資咧，都係相對上嚟講係正面嘅。聽完咧，阿 Chris 同我哋分享翻股票市場啦，不如我哋又將個焦點咧去翻呢個債券市場上邊咧個睇法啦。咁最近期嚟講咧，由於咧就係話個地緣事件啦，令到呢個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都有一定嘅波動喺度啊。咁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喺最初嘅時候，當地緣事件出現啦，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係回落翻去4%樓下，大約係3.95% 呢個水平。但係隨住咧就係話市場咧對於個油價上升，帶動到個通脹升溫嘅情況之下咧，亦都見到咧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亦都反彈，亦都係曾經咧去到咧4.5%咧呢個水平附近啊。咁明顯有個急升喺度，令到咧唔同嘅債券價格咧都有個回落。
但係相反嚟講啦，隨住就係個油價開始回落翻落嚟嘅情況之下，個市場嘅氣氛開始改善咧，我哋都見到咧就係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相對嚟講咧亦都係調整翻落嚟，相對咧回落翻去咧就大約係4.3呢啲水平附近啦。咁似乎咧市場咧又開始咧又去翻一個回復翻一個正常嘅規律啦。咁我哋睇翻咧就係話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自舊年9月啦，美聯儲開始減息嘅時候咧，基本上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都喺大約係3.9啦，至到4.3咧呢個區間裏邊咧作出一個徘徊嘅。咁而最近期嚟講咧，其實亦都見到啦，係因為地緣事件引發到咧就係個美國10年期債息咧係超出咗呢個嘅區間嘅上限，去到咧大約係4.5% 左右。咁但係整體嚟講，隨住個事件咧係開始回落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見到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亦都回落翻去咧，就係 within 翻我哋預期嘅3.9。去到呢個4.3呢個 range 裏邊咯，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認為咧，目前嚟講咧，基本上咧，如果地緣事件咧係有所緩和，係咁嘅情況之下咧，相對應市場咧亦都係會重歸個基本面，就會望翻咧美聯儲咧佢個減息步伐，有機會咧會令到咧個債息咧係稍稍向下。不過咧，我哋又要明白喎，始終咧就係個油價咧，始終係一個偏高嘅水平嘅情況之下咧，通脹嘅升溫咧，亦都會限制咗咧美聯儲咧係一個偏寬鬆嘅貨幣政策。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啦，我哋預計翻咧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都係處於一個咧係偏向上嘅位置咧，會比較多少少。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認為咧喺個債券嘅投資策略上邊嚟講咧，我哋都係偏向一啲咧就係短期嘅債券咧，我哋會相對咧較為合適一啲啦。因為咧短期嘅債券咧，相對應對於個利率嘅敏感程度咧係冇咁高。另一方面嚟講咧，就係如果美聯儲日後佢個步伐嚟講咧係有所放慢，即係佢個減息步伐有所放慢嘅情況之下咧，都對於一啲債券嘅價格嘅影響嘅波動性咧係比較低。咁但係調翻轉，對於一啲可能中長期到10年期嘅債券嚟講咧，我哋嘅睇法咧就係話，若然佢都係接近翻之前債息嘅區間頂部嘅話咧，其實佢個收益率咧個吸引度咧係慢慢有所上升。咁如果真係出現一個末端風險嘅情況之下咧，呢一種嘅債券咧，亦都能夠咧達到一個對沖嘅風險。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都係偏向咧用翻一個靈活嘅債券策略咧去做翻咧，會較為合適一啲啦。咁又睇下 Chris 你哋對於個債券市場嘅睇法，尤其是係中國債券市場，你哋又點睇咧？係又好同意你嘅睇法。咁如果係睇翻今年啦，我哋先講就係如果睇美國聯儲局入邊嘅減息嘅步伐啦，咁呢個同市場嘅預期其實有幾大嘅差別嘅。因為啱啱年初嘅時間咧，咁其實大家都預期今年係會減息。咁但係如果而家睇嚟，好明顯就係美國聯儲局減息嘅門檻咧係明顯嘅提高。咁2026年咧唔減息嘅機會率咧係上升咗嘅。咁但係我哋諗幾個因素，第一個就係諗聯儲局嘅主席就會換屆啦，再加上就係特朗普對於就係借貸成本入邊都係相對上嚟講比較大嘅壓力，咁所以減息嘅預期都未係完全消失嘅。咁如果具體講我哋債券嘅投資策略啦，咁我哋睇就係短端嘅利率相對上係我哋睇得比較好嘅。咁嘅睇2年期嘅美債利率啦，3.75至3.85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建倉嘅機會。咁但係長端利率咧，我哋覺得就係10年期以上嘅阻力就比較大，咁未必係一個幾好嘅入市時機。咁嘅睇另外就係睇一啲久期策略。咁啱啱好同意就係我哋要睇一啲係比較上係短期嘅一啲久期嘅策略，因為我哋唔會就係盲目拉長嗰個久期，咁然之後會提高翻我哋嘅風險。咁而我哋覺得就係2至3年咧係一個短端資產配置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投資策略，因為呢個係兼顧咗風險、收益確定性同埋流動性嘅一啲配置。咁另外如果我哋配置債券方面啦，咁我哋公司亦都係會考慮翻信用啦。咁我哋覺得就係 AA 級或以上嘅級別係比較好嘅。咁行業方面我哋睇幾個嘅行業嘅債券，一個就係能源板塊，另一個就係醫療保健，然後公用事業呢啲防禦性強嘅，咁而且現金流比較穩定嘅避險板塊咧，一般嚟講都可以抵禦一個市場嘅一個波動嘅情緒。咁但係地緣嘅事件啦，依然係好不確定性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睇環球嘅債券市場啦，我哋比較上係關注就係啲金融板塊，特別係全球都算係比較上系統性重要嘅銀行啦。咁一級市場發債機會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把握住呢個嘅信用嘅品種嘅一個配置嘅一個時間嘅。咁另外，所以我哋總結嚟講，即係
債券市場嘅話咧，咁而家喺利率嘅震盪，同埋而且而家去睇咧信用嚟講都算係比較上係控制得比較好。咁所以我哋有短久期嘅一個策略咧，就係我哋優先去考慮嘅部署。咁而聯儲局嘅政策咧，咁我哋依然覺得咧減息係有一個嘅預期。咁啊講翻中國嘅債券嘅市場方面啦，咁我哋回顧翻就係過去一段嘅時間，睇翻中國債券市場，特別係國債嘅一個價格同埋利率咧，咁其實都相對上嚟講係比較上係穩定嘅。咁樣睇短端嚟講咧，咁呢個嘅收益率咁喺3、4月份都係比較上穩定。咁長端咧係有少少嘅回調，咁但係回調嘅幅度咧亦都係唔算話特別強。咁睇翻佢個收益曲線咧，亦都係相對上係比較上係平緩。咁而睇翻成個資金面對於中國債券市場嘅影響咧，咁其實呢個係幾好嘅支持，因為睇好多環球投資者其實越嚟越多資金都係會擺落去一個中國債券市場入邊，機構投資者嘅集中度係特別係高嘅。咁另外就係外資流入咧一定嘅買盤，呢個對於中國債券市場都係有比較上好嘅一個因素。咁當然環球嘅市場都有好多地緣事件嘅一個因素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好消息同壞消息。咁呢個係多空交織嘅情況下，我哋覺得中國債券市場係有一個比較上係平穩嘅機會。咁而且而家去睇就係我哋要留意幾個因素啦。咁一個就係要睇地緣嘅局勢嘅之後嘅發展，咁利率嘅走向同埋特別國債發行嘅節奏，咁同埋國內經濟通脹一個收復嘅程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考慮中國國債投資機會嘅一個考慮嘅因素嚟嘅。聽完咧大家嘅分析咧，我哋相信咧就係環球嘅投資市場同埋外匯市場咧，兩者既有利好利淡嘅因素。我相信嚟講咧，短期裏邊就住地緣事件咧有個緩和，市場氣氛咧都係偏向較為好。但係咧，隨住個市場事件如果係有個緊張嘅情況咧，相信咧波動性都喺度，所以大家咧都要做好一個風險管理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又去到呢度啦。咁好多謝 Chris 同埋 Kate 咧同我哋今日咧上嚟做一個分享嘅。咁我哋今日環球投資理財對策就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